好多 NMN 嘅包裝上面咧都有個數字嘅，好似1500、20000咁樣，通常咧都係表示每樽嘅 NMN 總含量。譬如啦，如果一樽上面寫住20000，就代表咧成樽嘅 NMN 總含量咧係20000 mg。再了解埋咧，如果一樽裏邊有幾多粒，就可以知道咧平均每一粒係有幾多 NMN 含量。譬如一樽有80粒，咁20000除80咪係250咯，即係代表每一粒含有250 mg 嘅 NMN。知道呢啲數字其實都好緊要嘅，因為咧你要根據佢嚟決定自己每日服用幾多粒啊嘛。譬如 Dr. David Sinclair 咧，佢就建議40歲後嘅成年人每日攝取500至1000 mg。咁如果250 mg 一粒，就即係代表咧每日食2至4粒啦。咁至於 Dr. David Sinclair 佢自己咧，就係每日攝取1000 mg。我哋好小心咁樣揀選自己想食嘅 NMN， 無非咧都係想食咗之後咧可以好好吸收，所以我哋一定要認識自己食緊嗰隻嘅純度同埋密度。嗱，純度咧就係指喺產品裏邊 NMN 嘅含量百分比，純度越高，代表咧 NMN 喺產品裏邊嘅比例就越高，雜質或者其他成分就越少。咁高純度嘅 NMN 通常係指咧純度喺99% 以上，即係每100 gram 嘅產品裏邊咧，至少有99 gram 係 NMN， 只有唔夠1 gram 係其他物質。咁唔好以為咧食純度低嘅 NMN 食多啲咪得咯咁樣，因為咧純度低嘅 NMN 當中含有咧其他嘅添加劑或者咧一啲有害物質，個比例由於咁高咧，如果你長期服用咧，就有機會對身體造成傷害。首先咧，我哋就要了解 NAD+ 係乜嘢。NAD+ 咧係生物細胞裡面嘅必須要輔酶，咁啊對於細胞嘅能量產生啊、新陳代謝同埋修復 DNA 係非常之緊要嘅。但係隨住年齡一路增長咧，我哋 NAD+ 嘅水平咧就會一路降嘅喎。咁去到50歲咧，個水平已經咧跌到差唔多我哋20歲時候嘅一半。所以年紀越大咧，我哋就會發現身體有好多毛病出嚟啦。而呢啲毛病都係同唔能夠有效修復我哋嘅細胞啦，又或者唔能夠為細胞提供足夠能量有關。就好似皮膚變差咗啊、甩頭髮啊、體力會下降啊、認知能力會下降啊、出現心血管嘅毛病啊，又或者糖尿病等等。其實呢啲都係老化嘅跡象。咁我哋補充翻 NMN 啦，其實咧就會提高翻我哋身體嘅 NAD+ 水平。咁如果每日咧補充大約500至1000 mg 嘅 NMN 咧，咁我哋細胞咧就會有足夠嘅能量去進行修復。咁我哋啱啱提過嘅所有老化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。要預防心血管問題，注重日常生活習慣當然好重要啦。例如要均衡飲食啊，有足夠嘅休息啊，同埋有適量嘅運動，同埋盡量減少壓力，戒煙戒酒。最近都留意到一啲報道啦，有關 COVID-19 同埋其他冠狀病毒，原來佢哋都可以引起心血管系統嘅種種問題，包括心肌炎、心律失常、心肌梗塞或者血栓形成等等。嗱，呢個消息都幾值得關注㗎，因為都幾多人中過 COVID 嘅。但係我最近亦都睇過一啲文獻啦，原來咧服用 NMN 係可以強化我哋嘅心血管嘅，因為咧佢可以令到我哋嘅細胞對胰島素作出更有效嘅反應，而減低咗高血糖導致嘅心血管硬化，亦都同時咧會提升我哋心臟細胞嘅新陳代謝。除咗 NMN 會對心血管有幫助之外咧，其實我自己食開嗰隻 NMN 咧，亦都加咗5-ALA 呢個成分喎。原來5-ALA咧已經係獲得日本長崎大學宣布咧可以治療同埋預防新型冠狀病毒。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想心血管健康，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要養成好嘅生活習慣。其實要生產出純度99% 以上，而且穩定性高嘅 NMN 咧，有非常高嘅生物科技同埋製造技術門檻嘅，製造成本亦都比較高。而 NMN 都有分 alpha 同 beta 兩種嘅。嗱 beta 呢種咧先至係活性嘅 NMN， 先可以有效咧喺體內吸收，再轉換成為 NAD+ 嘅。目前世界上生產高純度嘅 beta NMN 咧，方式主要有化學合成同埋生物酶催化技術。化學合成生產嘅 NMN 價格比較低，生產過程咧會產生較多嘅化學雜質，所以純度咧亦都會較低。現時以生物酶催化技術製造嘅 NMN 咧，品質就係最為穩定嘅，純度同埋安全性咧都係最高。
其實咧，而家喺市面上邊對 NMN 嘅製作啦同埋銷售咧，都係缺乏呢個標準同埋監管嘅。嗱，好似2021年啦，有公司咧就對美國 Amazon 上邊售賣嘅最暢銷22個 NMN 牌子咧進行咗分析，竟然發現咧有成80%以上嘅品牌咧係冇達到佢哋標示嘅 NMN 含量嘅。所以咧，其實生產嘅透明度同埋自己學識點樣揀咧都好緊要嘅。由生產到出廠，再入口香港，喺咁多個過程裏面，究竟廠房有冇提供各類型由第三方國際權威提供嘅檢測報告呢？嗱，我喺其他片裏邊咧都會教大家點樣去睇呢啲報告啦。要嚴選 NMN 咧，除咗要留意純度之外，亦都要留意廠方提供嘅原料分析報告 COA， 即係 Certificate of Analysis。佢裏邊咧有一個密度嘅數字。咁啊，一般密度嘅標準咧就係要超過0.3 gram per ml， 而呢張 COA 顯示嘅密度咧就係0.71至0.83，所以其實呢個係屬於較高密度嘅 NMN 嚟嘅。要做到咁高密度咧，製作成本咧亦都會高好多嘅。但係高密度嘅 NMN 原料咧就有更好嘅物理穩定性啦，咁啊生產過程咧會有較少嘅瑕疵，咁令到咧佢嘅品質會更加好，同時亦都確保咧喺製作過程裡面咧每個膠囊都含有準確嘅 NMN 劑量，即係你食一粒250 mg 就真係有250 mg 喺你體內。根據 NMN 研究嘅權威 Dr. David Sinclair 佢自己嘅做法咧，每日朝頭早起身咧都會空肚食 NMN 嘅，咁樣咧就可以俾 NMN 最有效率咁樣去到腸道，再進入血液裡面。其實大約30分鐘咧已經俾唔同嘅細胞吸收到，再轉化為 NAD+。Dr. David Sinclair 咧其實喺好多訪問裏邊都有講過嘅。食完 NMN 大約45分鐘之後咧，就會 check 到身體嘅 NAD+ 水平咧有一個明顯嘅提升。份量方面咧，根據 Dr. David Sinclair， 佢就認為咧，因為人年紀越大 ，NAD+ 水平就越低，所以需要攝取嘅 NMN 份量咧就應該要越多。佢建議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年齡啦，平均每日攝取250至1000 mg 嘅 NMN。而佢自己咧就係由40幾歲開始，連續10年每日攝取1000 mg。而呢個劑量咧，佢冇發現對身體有任何負面影響，反而咧佢係透過每日觀察自己身體唔同嘅指數，見到自己身體狀況越嚟越年輕添。至於儲存方法，因為 NMN 對溫度同埋濕度咧都係比較敏感嘅，所以建議咧就係存放喺陰涼乾燥嘅地方啦，嚟保持佢嘅質量。